地球編年史是描述地球歷史演化的一種方法，它通過對岩石、化石和其他地質證據的研究，試圖了解地球歷史上的事件和變化。地球編年史的研究對於我們了解地球的演化過程和生物的起源和發展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地球的歷史可以大致分為4個主要階段：太古代、遠古代、中生代和新生代。在太古代，地球剛剛形成，地表上沒有生命存在。這個這個時期被稱為原始地球時期。在太古代末期，出現了最早的細菌和藻類，它們是地球上第一個出現的生命形式，開始了地球生命的演化。遠古代是地球的第2個主要階段，它開始於25億年前，結束於5.4億年前。在這個時期，地球逐漸冷卻，大氣層和水逐漸形成，生命也逐漸進化出了更複雜的形式，例如多細胞生物和海生無脊椎動物。中生代是地球的第3個主要階段，它開始於2.5億年前，結束於6600萬年前。在這個時期，地球上出現了恐龍和其他巨型爬行動物，它們統治了地球長達1.6億年。在中生代末期，恐龍大量滅絕，開啟了新生代的時代。新生代是地球的第4個主要階段，它開始於6600萬年前，一直持續到現在。在這個時期，哺乳動物成為了地球上的主要生物，並且進化出了很多不同的種類。人類的起源和演化也發生在新生代。地球編年史的研究不僅提供了對地球歷史演化的總體認識，同時也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解決一些現代的問題，例如通過對過去氣候變化和生物滅絕事件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預測未來的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問題。同時，地球編年史的研究也對地質災害、地質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以及環境保護等領域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通過對不同時期地質事件的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地球內部結構和運動規律，進而對地震、火山、
地質災害等自然災害的預測和防範提供支持，同時通過對地球歷史上各種礦物資源和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形成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有效地開發和利用這些資源。在環境保護方面，地球編年史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地球環境的演化過程和自然變化規律，從而對當前的環境問題提出更科學的解決方案。例如，通過對地球歷史上溫室效應和海平面變化等事件的研究，可以對當前全球氣候變化進行更準確的預測和評估。同時，通過對地球歷史上生物滅絕事件的研究，可以對當前的生物多樣性問題提出更有效的保護方案。總之，地球編年史的研究對我們了解地球的歷史演化、預測未來趨勢、解決現代問題、保護環境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作用。通過繼續對地球編年史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地球，從而更好地保護和利用地球的資源，為人類的未來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